說查督撐喺西九戲曲中心演出完嘅第二日，有一位阿媽匯報話，朝早刷牙嗰陣時，小朋友對住塊鏡自言自語，佢話：如果今日係尋日就好啦。尋日即係點呢？係咁嘅。走入舞台當日，一早9點鐘召集，直至演出後傍晚回家。攰唔攰啊？查督撐將於今年2026年9月19同埋20日喺香港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演出。點解大風尚？到時記得嚟支持小朋友啦！我係長大咗嘅查督撐小朋友天雅，到時見。